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28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因为今仔日是5月节连续假期的上八天，公共伊国讲国道5号嘛是塌甲真严重，提醒观众朋友会当提早出发。另外，交通部长林佳龙面对塞车的情形，叫民众都爱做巧巧的用路人士引发外界批评。站林佳龙伫面册提出4点的改善措施，希望会当化解民众的不满。5日节连假期间，国道5号大塞车，互用路人有怨言。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民众家己要去踏，应该做一个较巧的用路人。这话引起民众反弹。林佳龙日市并且打出家己伫平南交控中心为免人员的相片灭火，佮提出高承载时段返回、差别费率、确保公共运输量能、加强划算度，这4项改善措施，希望9月中秋连假前路。5日节第3天是当个北部车上济时阵，交通量差不多是平常时1.3倍。连假最后一天中昼过后，也是可能会拄到塞车，尤其是高公路有果，国道5号可能会塞车10点钟，为早起10点塞到暗时8点。4天连假，大家最后一天可能都是会在家里休息，就是可能会提早一天回家。用它的还是集中在这个下半天，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利用明天早上的时段来使用国道。那所以我们大概有这个暂停收费时段从这个原来的5点延长到10点。高公局建议，当北部的用路人尽量伫早起出门，长途应利用第61线代替国1、国3，也有第9线应代替国5，确实是地图应选择先管道，各注意高承载管制，加避开车济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一个连续假期，大家景点人拢是吵，亲像是家己的阿里山、云林的北港朝天宫，佮有南投的溪头等，看过去是拢全人。另外，交通嘛拢大塞车。车一台煞一台，一直来，警方赶紧来疏导。连假第3天，真侪人到阿里山去佚佗，拢会先对家己的出口上山，也互交通是大拍夹。当地店头讲，人遮侪，敢若亲像过年共款。塞车塞干的吼，行的人是较少一撮啦吼，毋过这车辆嘛还佫真塞伫咧哦吼。伫伫市区的快意新华村，更加是外地游客一定会来的景点，规工人也是拢真多。离云林北港的朝天宫，也有真侪香客来拜拜，除了祈福参拜，天气实在真热，边仔冰店的生意实在是有够好的。右手一直用，就重复这个动作，所以容易发炎。伫伫苗栗南庄当地景点几回巷仔本来就真细条，人也是客来客去。疫情较热，佮拄着连续假期，所以真侪游客拢出来佚佗。当地店头讲，这几天无闲甲手拢毋捌停过。我们的业绩都有在做增长，那新厂的话几乎都是有2、3倍左右。伫伫南投六国上山的车流是几啊公里，车速只有20-30公里，因为这条沿溪公路是到当地景点一定爱行的路。假日的时候，咱六国乡的乡民真正袂使破病啦。公路的话，就是政府开设的啦，就纳税人的可以自由通行。是希望说中央能够来重视这个问题来协助我们当地民众讲，遮侪人甲车，营业侪噪音问题也真严重，一到假日连出门拢无啥可能。希望伫一定经过初香桥设置收费管制站。香港所讲会就地方制度化研究，找出适法性建议设置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的影响，昨花莲玉里的温度是降到37度1。根据气象局的统计，今年包括台北、宜兰、花莲等等，有4位观测站测到温度是有史以来的5日节上悬的。天气有够热，炒冰店的生意强滚，店员的双手拢无停过，外口也排甲长落落，不少人是专程走来吃冰，希望营消暑气。臭冰店只是想说，来吃一下臭冰，然后解解闷。可是这是吃完以后，现在很凉啊，等下出去又热，然后可能又要再去吃一碗冰。流很多汗，然后吃冰就觉得很凉快。受太平洋高压甲西南风沉降影响，5日节连假这几天拢是关粉真热天气。根据气象局统计，今年全台有4个观测站创下5日节历史关粉纪录，台北37度6，宜兰34度1，花莲34度7，成功33度8。第一个是太平洋高压带来纯降稳定的天气，那第二个就是这些都是位在西南风的背风侧，有些背风沉降增温的效果。那除此之外呢，台北还多了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比较都市化的区域，所以会有一点热岛效应。
气象局表示，下礼拜一到下礼拜四，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水汽小可增加，中南部规天拢可能有无定时落雨。中昼过后，全台落西北风机会会增加。不过下礼拜5、7月初3以后，各地落雨转雨，全台各是高温真热的天气，提醒大家爱加啉水，唔通去钓沙。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是联合报。5、2节4天的连续假期，正是因为疫情未当出去佚佗的民众，拢烧钱去景点旅游。不过，所有民众甲业者感觉讲，开销是高起去哩。有店家亲像是要甲进前趁无到的钱，拢总趁回来。譬如讲，房价就称真悬。旅游业者讲，这只是回归市场的机制，而且就提醒政府应该把关旅游品质。接落来是中国时报。中国扬州大学的研究，若是冲便所时无甲便所挂砍咧，冲水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水雾，可能会互新冠病毒赢飞。若是去输着，可能就会致病。反正讲公共便所无便所挂，可能会变做防疫的空芳。接落来看自由时报，卫福部上新的统计，2018年平均的寿命是80.69岁，但是包括失灵、破病敢若会当倒伫眠床顶。慢性病等等，伫咧无健康的状况之下，活的平均日子有8.41年，是历史上上悬的。学者表示，这是高龄社会的隐忧，代表真侪人敢若重视医疗的过程，无看治疗敢有好势。一个来台湾读册的日本学生，转去日本刷检到武汉肺炎的病毒，怀疑有可能是伫台湾致病。指挥中心打算明仔载会针对这寡甲日本学生接触过的人来验血，找出患病的源头。或者是建议讲，要针对国内较真病的、甲伫厝隔离的民众来验抗体，避免有无症头的患者伫咱的社区内底来去。南部大学一名日本女学生，前一阵仔回国时阵被确诊武汉肺炎，疫情指挥中心列出113名密切接触者，检验结果拢是阴性。下礼拜一要抽血验抗体来调查感染源。有学者认为，国内防疫的策略要调整，应该针对目前447位确诊者、居家隔离者扩大采血验抗体，将将无症状感染者找出来，了解整体感染率。从科学角度来看，它应该是对过去所有的接触者以及居家检疫来做抗体，会更有这个科学上面的证据的帮忙。另外，最近台湾慢慢放零边境管制，有更较侪外籍人士来台湾，学者建议应该比较日本、韩国这些国家，是不是入境的普胎，或者是推动国际认同的免疫护照，作为风险的管控，避免无症状、非典型症状的境外移入的人造成防疫的空隙。那免疫护照的方向最主要是要讲，不管今天我觉得出境也好，或入境也好。我觉得都相对的需要有检测的工具来做辅助。学者强调，全球疫情依然是真严重，附近日本、韩国拢捌发生解封了后，搁一摆爆发群组感染的事件，所以建议民众过一节连假出佚佗，应该唔通去人济所在，出入公共场所也要挂喙安、搁来洗手，才能降低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还咧升悬，即马全世界病例已经要逾1000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49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昨台湾咱无无增加病例，目前也是447例。中国的病例有83000多例，香港有11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界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俄罗斯。美国已经超过256万例，巴西超过131万例，俄罗斯超过62万例。若是欧洲地区，英国是超过31万例，西班牙有29万4千例，意大利有24万例。来看国际消息，英国的武汉肺炎疫情还咧滚价，但是煞有50万人走去海边佚佗，甚至有民众伫街仔路顶悬咧办聚会。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欧洲有真侪国家解除封锁了后，病例就直头增加。假使讲疫情若搁再压起来，恐惊有几落百万人来致病死亡。英国25这天上悬气温来到32.6度，是一年来上悬温的。离首都伦敦大约2-3点钟车程的伯恩茅斯海堡，相关真侪现代国家民众拍日头，甲亲戚朋友斗阵的好所在。50万人甲南部海岸公路开甲根本拢袂过。
停车场是4个拢是车，警察一天就开出1000张违规的停车罚单。而所报警也是4个拢是人，挂喙安保持社交距离，禁止6个人以上集会，防疫准则拢未了。民众敢若亲像落水饺相款，跪伫海岸边。更加喊过是4个拢是粪扫废弃物，要人乱大小便。到了暗时，因为塞车的关系，真侪民众凊彩坐空地啊，就大步旁路赢。伫码头要人啉酒闹事，3个20多岁少年人互插着伤。第二天，伯恩茅斯甲林quyền鄉鎮整理出來粪掃量竟然有50棟。獨立報二日刊出的評論以伯恩茅斯海堡的景象，和英國真濟全世界笑話為題目，檢討真濟英國人根本無甲防疫當做一回事。首相強生也警告，這恐驚會予病例數大幅增加。Let me be very clear about the scenes in Bournemouth.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at if you look at what's happening elsewhere in the world, where people have been coming out of lockdown, I'm afraid what you're also seeing is people taking too many liberties with the guidance, mingling too much, not observing social distance. So some parts of the world, I won't name them, but you've got spikes, really serious spikes in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英国的酒吧餐厅有计要伫7月7日了后解除禁令，真侪人有时甲朋友烧酒在公园空地啊。伦敦连续2天发生民众违反禁止6个人以上斗阵的规定，警方去处理却是互民众攻击事件，总计有22名警察受伤。而利物浦队隔了30年，搁再夺得英格兰超级联赛冠军，2000多位球迷一合在利物浦球场来庆祝，也互卫生防疫官员看甲真烦恼。世界卫生组织 WHO 欧洲区负责官员克鲁吉2日指出，欧洲有30个国家在解除禁令了后，病例大大增加。警告，若是9月爆发第2波疫情，到时全球恐惊会有几百万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人大常务委员会今仔日开始举行，会议当中敢会去讨论到香港版本的国安法。人大常委谭耀宗是表示，常委会会欢迎意見。不过代志就已经定案啊，搁再反对嘛已经无意义。就算是安尼，香港依然有正大的反对声音。全国人大常委会会为28礼拜开始，连续3天伫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也有真侪个香港区人大代表，包括叶国谦、吴秋北等等，27中昼前往北京。香港版国安法够有可能来伫即届会议来审议。谭耀宗指出，会向人大常委会反映有关的意見，但是反對已經無意思。我諗反對嘅意見呢，就個討論冇乜意思㗎啦，因為咧人大全體會議喺5月28號已經做咗個決定，為港區咧去立呢個國安法。嘛，因為香港版國安法訂立，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指出，會向學生介紹條文的內容佮有重要性。立法了後，會將條文的內容佮有理念加入你學校的課程。香港公務員事務局長聶德權嘛表態支持，中國內要送香港版國安法。香港記者協會佇面冊頂面向全國人大委員長栗戰書發出公開批，質疑香港版國安法地位會超越香港其他法律，會衝擊個現行的法制，要求人大常委撤銷立法。香港真濟的民主派區議員嘛按算第27也是7月發起遊行抗議，但是向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但係警方要求我哋呢個遊行呢，差唔多要去到診所級別嘅所謂叫做防疫嘅方式，先至有機會做到。咁呢個係非常之我哋做唔到嘅要求嚟嘅。支持反送中運動的香港前政務司長陳方安生20日發表聲明，宣布因為已經80歲啊，要退出公民和政治工作，互中國官方媒體批評，講一句退出政壇，會當得表處罰嗎？今仔日暗時，香港版國安法若是通過，已經有可能會互追究。記者郭善特別有整理報道。後面因為疫情封鎖邊界，預計7月7日重新開放。不過，咱台灣的防疫是攏全世界學落，所無佇咧頭一批的名單內底。學者認為講，台灣無參加世界衛生組織是上界主要的原因。受到疫情影響，後面實施邊境管制，還個計有計7月7日重新開放邊境。根據報道，頭一批名單包括澳洲、加拿大、日本、南韓、泰國這18個國家。美國、俄羅斯因為疫情嚴重，風險相懸，無被列佇安全國家清單內底。而中國即要滿足互惠條件，對後面開放邊界也被列入名單中。不過，台灣防疫有好成績，有關被排除在外。開放的名單就有幾個觀察的指標，
这包括当地的疫情的发展、公卫的评估，以及是否跟欧盟采取相对应的互惠开放措施等等。若干的欧盟的会员国也对我方有特别强调互惠的重要性。外交部表示，欧盟对咱方强调互惠开放的重要性。不过现阶段，台湾秉持边境风险严格管制，国内放松原则，无开放任何国家旅客入境台湾。即阵继续甲欧盟交换意见。而亚洲国家日本、南韩、泰国疫情比台湾严重，确实得到欧盟评估认可。学者分析，可能甲疫情爆发了后，各国边境管制无同款有密切关系。泰国、日本、南韩在这个边境空管相对松散的情况之下，还能够维持疫情控制的稳定，这也代表说它在科学上面，它的疫情控制是有它一定的效果的。我们自己还是持续要推动WHO 以这个平台，让其他国家不仅仅是包含欧盟而已，还有其他国家也正确的了解到台湾防疫的资讯以及相关的一些具体资料。欧盟根据科学标准判断，多一寡国家会列入安全名单。有学者认为，台湾无参加 WHO 甲欧盟无公平公正的多边机制，应交换疫情资讯，影响欧盟评估台湾，所以讲加入 WHO 也是有伊必要性。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长补选之前，民进党的参选人陈其迈行程是满，尽全力咧甲市民博感情。国民党的人选李美珍强调，拿赢大旗挑，拢愿意替高雄尽心尽力。也若是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哲是专工落南替因的参选人吴益政来投游声势。牵城向关圣帝君参拜，27早起，民众党党主席台北市长郭文哲陪着参选人吴益政来拜拜。这是民众党推出参选人了后，两个人头一摆伫高雄讲台，就选伫吴益政中正起点。因为我以前第一次自己从政的时候，被人家介绍来这里，然后参拜，然后一阵我买宝贝哦，这只宝贝6杯哈，然后就是从开始就是真是很好的起源。而国民党的李美珍再去参加高雄市议长柯公园告别式，未少国民党大佬也来到高雄来个念香。那有一些中央的会下来，所以我们就是要谈一下我们的那个组织架构跟战略这一方面。这几天大家都有问我说，奇怪行程怎么那么少？但是其实我们要研究一下怎么战略怎么好的选举才是最重要的。而民进党的陈其迈27升到主管关心地方池，也伫戏市场学拍卖。下晡转来大个所在附近的左营、自由、黄昏市场拜票，得到国民党甲民进党阵营拢车党一大脑造选。蔡英文总统什么时阵会以党主席身份出面辅选？对我而言，我希望说我能够把握最有限的时间，很清楚的传达我要让市政重开机的决心跟魄力。那至于其他的辅选，那我相信随着选战时间的一个安排，那我们再来做安排。陈其迈讲，家己有经验，是上好的市长候选人，会马上互高雄定开机。而临时上阵的李美珍希望竞选团队会在下礼拜组成。另外，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是推荐吴益政是上好的人选，强调民众党上大的特色就是多元开放，也对未来是不是跨党派合作留下暗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地方消息，高雄南仔溪的后硬溪，这几天出现正歹闻的味。附近的居民也准是有无心业者偷排废水，环保局查落才发现，应该是天过气伤过热，才会造成大阵的鱼仔死亡，出现臭味。来到高雄南仔溪的滴水桥，就闻到桥仔骹一个足重的死鱼仔臭味。向下骹一看，后硬溪顶悬一点一点白色的，拢是鱼仔的尸体。26号有经过的民众看到这个状况，赶紧甲里长汇报。市政府他们那边已经有跟环保局跟水利局联络，当天的2点在这边已经有取样了。那昨天在5点40的时候，他给我回报说，那个目前检测的那个结果是水质是正常的。在地河川巡守队甲环保局测水质的时候，无发现问题，认为应该毋是有业者偷排废水，是因为天气烧热，才会造成鱼仔死亡。确实是跟天气温度上升，那水温上升以后，那溶氧降低的状况，就是会有产生溶氧不足的状况。水利局委外的清洁厂商26号开始一直伫护鱼仔的尸体，初估爱到27号下晡就会当清理9成左右的尸体，总共3到4天会当完成全部的作业，幸福民众一个无臭味的后硬溪。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
台中望高寮夜景公园经过5个多月工程，伫5日节的假期重新开放，但是煞有大阵人小少来遮驾车。机车摇来喊去，我靠民众的是大力吹油，就是要吸引民众的注意。技术最后刹车跋一倒，嘛被警方锁定。参照安尼危险驾驶行为，警方最近就查到3件，全部以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另外，今年26号暗时啊，嘛伫这个路段设下重难检点。台中市望高寮夜景公园经过5个多月的工程，端午假期重新对外来开放。当地夜景吸引袂少民众上山，当地山路弯道真济，嘛吸引袂少机车骑士选伫当地聚集竞速。警方设下难检点，加强拦查机车骑士。我们特地在这几天有特别规划4处的路检点，总共有派遣警力92名。警方统计，为顶个月16号到今嘛，已经查到295件大细项交通违规。第一名是超速有139件，无照驾驶的16件，而危险驾车有10件，3个翘高龄的驾驶嘛拢伫18点钟以来被抓到。而陪车聚集竞速，嘛有来遮看夜景的民众是真烦恼。我觉得很危险啊。很危险。对啊。怎么说？就很容易出事情啊！像昨天不是有个跌倒吗？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警方表示，3个机车技术都已经到案，除了以刑法公共危险罪来移送，嘛涉及到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危险驾车，相关会开罚24000块的罚款，又为着杜绝歪风，嘛加强连假以及周末假期早起。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因应武汉肺炎的疫情，澎湖今年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头一遍改用录好影片，用直播的方式来举行。执行长库克是讲，未来每颗电脑会用家己研发的晶片来做。未来出门开车应少抓一罐车锁匙，澎湖 Car Key 系统手机解锁 iPhone 环境下所有安全性关。It uses NFC, and you just tap to unlock. And I place my phone on the charging pad, and then push to start. 今年澎湖开发者大会推出影幕的新功能，受疫情影响，30日来第一摆改用录影方式线上进行。执行长库克伫澎湖总部发表主题演讲，焦点是外界有真久未来 Mac 电脑要采用澎湖设计 ARM 暗膜结构晶片 Apple Silicon， 伊讲这是历史性的一天。The Mac is transitioning to our own Apple Silicon, and silicon is at the heart of our hardware. So having a world-class silicon design team is a game changer. 这代表 Mac 电脑甲 Intel 处理器14年合作关系要结束。库克预期今年底推出第一台使用澎湖晶片的新电脑，安装2日内全部过渡完成，保证功能效率会更加好。iPhone 的 iOS 14作业系统新增加真济变化，互桌面简单有条理应用分类管理 Library 的功能，减少操作干扰的宣符系统为中为模式，也有免下载等提到第三方应用程式的 Keeps， 小工具用锁定页面，桌面的排列会更加个人化，应用环保。地图新增加脚踏车、电动车模式，用显示充电站、脚踏车的导航，也有翻译应用程式，帮助不同款的语言对话。I coul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Mandarin, and they could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someone in Russian. Just tap on the microphone and say, "What are your store hours?" ¿Cuáles son las horas de su tienda?Apple Watch 的 Watch OS 7作业系统是增加困眠追踪加跳舞，搁较侪运动模式。搁因应疫情，增加洗手功能，自动倒头算20秒，为使用者动作加最后的声音判断，洗是毋是有清气，是毋是有够久，拢有温柔提醒。When you're done, you'll see, hear, and feel it. 这场开发者大会伫疫情甲种族示威之际举行，库克伫主题演讲开场就强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公司已经发起种族平等加正义倡议，保证投资1亿美金破除限制优秀成长机会的系统性障碍，得到正早推动变革力量。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气温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来看外岛地区是26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明仔载再会。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5月节你要到啊？嘛有人讲是5月节，也是肉粽节。讲到粽吼，巴肚就枵。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白粽。白粽汉字写做白粽，罗马字写做宝鸭白，子红粽。白第8条，粽第3条。白粽是用粽虾甲糯米甲料包做伙，用粽素滚滚的了后，落去撒的食物。粽一般拢会包2仁、香菇、芝麻、土豆、辣子，才会粽料。粽虾有用月桃叶，嘛有用竹叶，看当地用倒一种较方便。这个粽虾伫传统的信仰内面有辟邪、除歹运的功能，所以食粽嘛有祈求好运的意义。为了要好看，咱会甲粽用粽素白做伙，伫锁头拍结，叫做粽泡；规罐粽叫做粽干。5日节前后，天气热到雨水。真侪传染病要开始流行，为着要祈求平安，台湾伫真久以前就5日节拜拜风俗，粽就是真重要的祭神食物。因为粽甲拜拜有关系，就一寡相关的禁忌，亲像若是5日节正前，厝内有人过身，丧家就袂当白粽。因的亲情就爱白粽送予丧家，这叫做送节。伫台湾传统的风俗内面，囡仔是袂当食粽角的，因为惊囡仔捡粽角来食，以后会捡角。捡角就是讲人无路用、无希望、无效啊的意思。5日节正前天气拢了袂稳定，有时想讲已经就热。就甲寒人的衫拢收起来，过无几工，煞个熊熊转寒。毋则有俗语讲，袂食5日粽，破油毋甘放。意思是5日节了后，天气较稳定，旧的衫就会当收起来啊。溜白粽、粽虾、粽泡、粽干、粽节。袂食5日粽，破油毋甘放。虽然粽好食，毋过较歹消化，毋通一摆食伤济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等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